被告人何軒77歲退休人士，葉秀定44歲家庭主婦。喺上一年2025年5月30號，佢哋兩位喺屯門青田村清順樓25樓大堂打起上嚟，所以被控意圖使對方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意傷害對方，呢個係傷人17罪。今朝呢，就喺區域法院再次提訊。之前幾經辛苦，又有人唔出現，又有人話我揾唔到法援啊！嗱，今日呢，仍然係冇法援，亦都冇律師嘅，佢哋打算自辯。而其中我哋覺得有少少特別嘅呢，就係今次呢，何軒何伯呢係選擇咗認罪，而何太呢就決定唔認罪。所以今日我哋就睇下有冇啲之前嘅實例係點樣情況，去分析下呢一宗案嘅。大家好，我係法國妹，希望你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like 呢條片同埋留言俾我，多謝大家支持。今日我哋唔係講一單普通嘅打交案，係一單足以令到一個77歲嘅老人家可能餘生喺監獄度過嘅重罪。點解律政司要告傷人17？因為喺香港個法律裏面，17同埋19嘅分別就係意圖啦。如果你攞把摺刀插向人哋嘅後腦，法官唔會聽你解釋話，我淨係想嚇下佢啫。嗱，後腦咧係致命嘅部位，插得落去咧，法庭就會自動推定你有重傷人哋嘅意圖。喺2011年9月，粉嶺嘅欣盛苑50歲嘅鄭雪梅懷疑老公有外遇，趁老公喺客廳睇報紙嘅時候，完全冇防備之下呢，佢由廚房攞咗把菜刀出嚟，跟住就狂斬老公嘅後腦4刀。當時受害者嘅傷口呢，後腦嘅傷口呢係深至頭骨嘅，最長嗰個傷口呢有10厘米長。法官林嘉欣呢喺判詞直接講話，後腦係人體最脆弱同埋最致命嘅地方。好啦，何伯今次用嘅係多用途摺刀，雖然係細細把，但插嘅地方仍然係後腦，造成幾多寸嘅傷口我哋暫時未知，因為仲未睇到什麼醫療報告。但係喺法律嘅定位上邊，何伯同鄭雪梅差唔多係冇分別嘅。鄭雪梅當年認罪之後呢，就判咗3年，何伯今次呢，佢又係認罪，佢個刑期呢將會係5月6號就會宣判啦。大家唔使再存有幻想，只會判幾個月或者幾個禮拜，因為呢個就係法庭嘅指標。判刑嘅輕重，除咗睇案例之外，仲要睇法官。今次主理嘅法官係陳廣慈法官，佢之前都有審理過一單類似嘅傷人案嘅。嗱，呢單案呢係涉及街頭衝突而利用利器嘅。陳廣慈法官當時喺判詞係表達一句好出名嘅法律原則，佢話：法庭必須傳達一個信息，社會絕對唔容忍以暴力解決問題，特別係準備或者帶備利器嘅。陳官呢對利器有一種近乎偏執嘅嚴厲。何伯嘅案件裏面用咗把多用途嘅摺刀，邊度嚟嘅呢？係隨手攞定係預先帶住嘅呢？如果係陳官認定佢係預先帶住呢，判刑呢就會更加高啦。講翻呢單案都係區域法院審噶，個案件編號係 DCCC 1092/2014嘅，都係傷人罪。被告同受害者就係佢前同事啦，因為工作呢金錢上面有糾紛，所以呢佢哋喺公共場合場所呢就發生一個激烈嘅口角推撞。被告呢當時喺個口袋喺個袋裏面啦，咁就揾咗把摺刀出嚟，跟住被告就用摺刀刺向受害者嘅腹部同胸部，導致受害者呢係重傷嘅，需要受到緊急嘅手術治療嘅。被告方劉家南聲稱呢當時係一時衝動或者受挑撥，所以呢佢嘅摺刀呢就平時工作呢都係帶喺身嘅，所以呢就唔係預謀咁伏擊嘅。咁但係陳廣慈嘅法官呢，佢當其時就發表咗兩段覺得幾有影響力嘅言論。佢話：第一，不論被告受到幾大嘅挑釁，法律呢係絕對唔容許以暴力解決問題嘅，更唔可以利用利器。利器冇眼嘅，一旦動用咗呢，後果往往係災難性嘅。陳官根本就唔接受被告話摺刀呢係工作需要嘅事嘅求情。佢指出，一個人喺爭執裏面迅速可以攞到把摺刀去傷人呢，反映咗佢內心係有暴力傾向。法庭呢係必須判處阻嚇
刑罰嘅。可伯同樣都係面對陳廣慈法官，陳官喺10年前都已經話接刀傷人呢必須要重判嘅。阿伯用嘅都係同樣都係多用途嘅接刀，而且插嘅地方唔係胸部或者唔係肚仔，而係致命嘅後腦。如果可伯喺法庭上邊話嗰把刀係隨身帶住攞嚟切生果，陳官一定會好嬲，因為隨身帶住把刀本身就係一個潛在社會嘅威脅，不但唔會減刑，反而會維持高起點。劉家良呢單刺腹案呢，佢係最後判咗32個月嘅。可伯插後腦，脆弱嘅地方，但係可伯年紀比較大，77歲，所以喺陳官嘅天平上邊，呢兩個力量呢應該會互相抵消，所以可伯嘅刑期極大機會呢會落喺24到30個月之間。所以今日可伯去認罪，已經係可以減少1/3嘅刑期。若果係判2年24個月，即係可伯大概要坐17個月至到25個月到啦。仲有一樣嘢我哋要留意，就係求情信啦。法官呢每日要睇好多信件嘅，所以可伯嘅求情信呢3至5封就已經好夠噶啦。最緊要一封係一定要自己親筆寫嘅，因為要展現佢嘅悔意。千祈唔好學潘焯鴻先生咁，佢喺佢嘅單案 HCMP 799/2024案，雖然佢話認罪求情，但係佢個求情信上邊係絕冇悔意，反而仲話要對抗，仲話要抗議添㗎，所以佢咪被判21日，只係一單民事藐視法庭都判21日監啊！而另外呢2至3封呢，就應該由屋企人寫啦，或者你嘅僱主寫啦，或者一啲社會賢達嘅信件。坦白就應該呢，就屋企人機會率少啦，咁僱主都少，所以可能呢度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呢幾封信呢，即係嚟自屋企人啊，或者僱主啊，或者社會賢達嘅信件呢，係要證明你嘅品格同埋喺社會嘅支持。咁我就自己本人覺得啦，可伯啲劑就有少少悶地啦。但係如果係河馬幫佢寫呢個求情信呢，咁就超得意啦，因為佢係被害者啊嘛，佢係受害者啊嘛。若果河馬真係寫封求情信話，哎呀，我原諒我老公啊，佢哋快啲翻嚟我身邊，我哋繼續去恩恩愛愛，我要煲湯俾佢飲啊，咁就出事啦。咁呢個刑期呢，就再會推減多啲噶啦，因為受害人幫一個被告人寫呢，嗰個感染力呢係真係大嘅。不過呢個諗下好啦，冇乜可能會發生嘅。仲有呢，今日呢，可伯呢係承認咗罪啦，所以喺5月6號呢，你就會見到一個叫判刑 sentencing 啦，就直接判刑，唔會再需要任何審理件案件。咁所以當中嘅案件嘅 details 呢，我哋係唔會知嘅。佢5月6號呢 sentencing 嘅時候呢，只會講出話何圈幾多月出世，幾多歲，工作係乜嘢，被控呢就係2025年5月30號喺青田村被控傷人17，咁個受害人係邊個，咁而家律政司咧起訴佢係啲乜嘢，就係傷人17啦，咁咧何圈呢就係認罪嘅，咁咧就會只會講呢啲咁嘅好一啲重點出嚟，而唔會再透露更加多嘅案情。一就係佢已經認咗罪，二就係仲有一個 co-defendant 一個共同嘅被告咧，仲未審嘅，所以咧個案情咧就唔會喺呢段時間咧 disclose 出嚟嘅。點解唔即刻判佢認咗罪？因為除咗認咗罪之後，當然我哋要排期啦。另外一樣嘢就係要等啲報告啦。雖然你認咗罪啦，但係法官或者裁判官咧喺判刑之前咧要深入更加了解被告嘅背景或者身體狀況，以決定最合適嘅刑罰。當中有包括一個叫 probation report 感化報告啦，或者社會服務令報告啦，或者心理或精神科報告。適合性嘅報告，例如有冇勞改中心啊，或者更新中心啊，或者教導所啊、戒毒所啊，之前有嗰啲，通常都係一啲年輕人或者有毒癮嘅人需要有啲報告。而阿伯呢，應該係需要等社工嘅報告啦，同埋身體嘅報告。
呢啲報告通常都大概14至21日，大概2-3個禮拜咧就可以準備到噶啦。咁所以當法官收到呢啲咁嘅報告同埋被告阿何宣嘅一啲求情信之後咧，法官咧就會開始去諗、去計劃或者係考慮究竟要判刑幾耐呢？嗱，呢度我有一樣嘢想講嘅，若果何宣係同律政司已經夾好咗一個 plea guilty， 即係話我認罪，但係我有個 plea deal 啦，即係有一個商議咧。嗱，一陣我會再講到河馬嗰時，我會再講。我哋講翻5月6號噶啦。嗱，5月6號咧審完判完，通常咧執達吏咧就會即時咧幫阿可伯去戴上手銬嘅，跟住咧就會帶去區院個法庭嘅底層咧，跟住佢就會上豬籠車，就直接咧送去荔枝角嘅收押所嘅。嗱，去到荔枝角嘅收押所咧，就會再分裝啦。嗱，因為喺嗰度咧就要打指模啦，又要換衫啦，又要做全身調查啦，仲要做一啲好基本嘅醫療評估，例如阿伯有冇高血壓啊，有冇啲咩叫慢性病啊。咁通常咧就會決定咧佢究竟會去呢個普通倉啊，定係病房倉嘅。所以香港荔枝角咧，其實係一個最逼嘅收押所之一嚟嘅。其實對於阿罕伯一個咁多人關注嘅公眾人物，又習慣咗太太照顧或者老人院照顧，可伯要變做一個編號嘅囚犯嘅心理打擊，其實可能會遠遠比刑期本身更加痛苦啊！頭先呢，我咪提到，如果河馬幫可伯寫求情信呢，會唔會真係減刑啊？嗱，我揾到一單案係陳東梅案 CACC 416/2012年嘅。嗱，當時咧就係夫妻咧有爭執，老婆咧就被掌摑，跟住咧就反擊，攞把刀咧刺傷佢老公嘅腹部。上訴庭咧當其時係考慮到佢老婆咧係被挑釁，而受害者嘅老公咧最後係表示原諒，幫佢寫求情信，所以最後係由3年刑期減到2年零4個月嘅。所以河馬就係關鍵。如果佢5月6號真係遞封信俾陳官，話雖然係佢插我㗎，但係我而家原諒佢嘅，我希望佢可以早啲翻嚟我身邊。咁法官咧通常就會再有額外10% 嘅減刑。嗱，求情信咧絕對唔係寫自己有幾慘啊！哎呀，呢個女人啊嚟呃我錢嘅，嗱，冇用嘅，係要寫佢對屋企有啲乜嘢價值 value。受害者嘅原諒就係減刑最強嘅核彈。不過我就覺得呢粒核彈就唔會爆嘅，亦都唔會發生，因為河馬一直都堅持佢想整死我啊，佢害我啊，佢整我啊，佢想殺我啊，咁噶嘛。咁好啦，雖然河馬同何太嗰個案件編號暫時都係相同，但係法庭喺開庭時咧會分別去詢問呢兩個被告咧係唔係認罪嘅。若果男方認罪而女方唔認罪嘅咧，案件咧就會自動分流，男方進入求情同埋判刑嘅程序，而女方咧就進入一個叫做審訊嘅程序 trial。即使呢個案件編號一樣咧，法官咧係必須要依據每一個人、每一個被告人喺案裏面嘅具體行為同埋意圖嚟判斷嘅。男方嘅認罪唔能夠直接代表女方有罪。喂，咁好啦，可伯5月6號判刑，阿河馬下年2月年初6先開始審理，咁男方認咗會唔會影響女方噶？嗱，喺香港法律咧裏面咧，其實都好常見嘅。男方認罪咧，佢哋今日阿可伯應該有一份叫做summary of facts， 一個事實嘅陳述書，咁就係男方咧就會簽署呢份咧，只係對男方有效嘅。喺女方案件開審嘅時候咧，控方即係律政司咧，必須要重新向法庭舉證啦，例如傳召證人啊、展示證物啊，就唔能夠直接攞男方認罪嘅事實嚟指控女方。但係，如果律政司打算叫男方出庭指證女方呢，以獲得再進一步嘅減刑呢，即係呢個協商嘅 plea guilty 啦，一個認罪嘅協商呢，男方就會變成金手指控方證人，
咁嗰陣時男方嘅證據就會直接影響女方呢件案件啦。話就話件案件係會獨立處理，但係法官喺判刑時咧都會參考同一件案件其他被告嘅刑期。嗱，如果法官喺5月判處男方例如啦let's say 係4年監禁嘅，明年即係下年女方即係河馬咧，若果被判有定罪嘅時候咧，法官咧通常會參考翻呢個男方被監禁判刑嘅4年為標準嘅。若果證據顯示女方只係自衛過火或者參與程度極低嘅呢，即使係同案，佢嘅刑期都可以比男方輕得多，甚至罪名降級嘅。嗱，有一單案例就係出自自衛啦，就係 DCGC 234/2018。法官指出咧 ，self defense 即係自衛咧，唔係你同你對等嘅，而係一定要合理。如果你生命受到威脅嘅時候，你反擊就係合理啦。但係喺何太呢件案裏面又啱唔啱呢？當佢俾可伯喺後腦度插一刀或者插幾刀嘅時候，何太扎上可伯嘅身軀，好似仲聽講話斷咗啲肋骨，跟住用力咬可伯嘅手指，導致骨折。之前律政司咧就告佢傷人19，但係可能係傷勢太嚴重，所以變咗傷人17。骨折咧係屬於一個嚴重嘅身體傷害，所以下年2月，河馬可以拎住份文件就係話，我老公都認咗係佢插我後腦先，我後腦流緊血㗎嘛，咁我咬佢隻手指係救命啊！嗱，根據法律咧，後腦被插刀咧，呢個係一個好高嘅威脅，咬人手指咧係算係最低嘅武力反擊。何太打甩嘅勝算就建立喺老公入冊嘅事實啦。喺香港法例要成功以自衛案去打贏呢個官司咧，主要睇2個關鍵點。第一就係必要性啦。究竟當時河馬係咪真心相信自己有必要去動武嚟保護自己呢？即係就算河馬當時係誤判咗形勢，例如以為人哋拎住把刀或者再繼續傷害佢，只要法庭相信佢當時係恐懼，係真誠嘅恐懼，呢一點就成立啦。法律唔係要求你一定要逃跑，但係若果河馬係有機會離開現場而選擇衝上前去攻擊，自衛嘅說服力咧就一定會下降噶啦。到底流晒血嘅河馬當其時有冇路走？點解佢要擒上阿伯身上，你要咬佢手指呢？嗱，呢個等法庭判，我只係分析帶俾大家聽啫。第二樣嘢就係比例性啦。嗱，比例性通常喺傷人17裏面咧最難打嘅地方，就係究竟河馬使用嘅武力夠唔夠合理或者適中呢？嗱，譬如男方喺度拳打腳踢嘅時候，女方淨係推開去回撥一拳，令到個男仔跌親受傷，呢個叫合理。如果唔合理就係男方推咗女方一下，女方咧即刻攞把菜刀去斬個男方嘅，呢啲咧就叫做唔合理。法庭會考慮，法官都會明白，喺電光火石之間好難去精確計算究竟乜嘢係武力，究竟武力嘅程度有幾多，所以只要唔係明顯過火，自衛理由咧係仍然有機會成立嘅。點解傷人17咁難打自衛嘅呢？嗱，傷人17嘅定嘅門檻咧係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嘛，例如女方落手咧就好重嘅，譬如男方已經被打到跌咗落地啦，佢都仍然繼續，仲要使用啲致命嘅武器，法庭咧就會認為呢一啲咧叫做超出保護自己嘅範疇，變成咗報復或者主動傷人啦。情況就有啲似河馬嘅情況，即係阿伯已經攤咗喺度，喂，個後腦已經冚咗落地下，你仲要紮住佢，仲要咬佢手指，喂，用啲咩牙力先可以咬到啲手指骨折呢？所以我覺得咧，可伯轉為金手指嘅機會係非常非常之大嘅。只要佢下年初6嘅時候去出庭作證，指證罪方，如果可伯係真係為咗減刑而話河馬先係主動發起攻擊嘅一方，咁女方
即係河馬咧就非常不利啦。嗱，當然我哋仲係未知事情係點樣開始嘅。咁就算我哋淨係睇傷勢啦，法官會睇兩個人嘅醫療報告。大家記唔記得啊？河馬當日被襲嘅時候咧，佢入到醫院嗰陣時係圍住頭，仲可以講嘢，好清晰，跟住就出院啦。而可伯係因為有手指傷咧，有肋骨傷咧，仲有情緒更傷，所以當其時佢喺屯門醫院係留院多時嘅。若果相比呢個對比呢個傷勢嚟講，可伯嘅傷勢比河馬更嚴重，男方就骨折，女方只係紅紅腫腫咁。女方要辯稱自己係自衛呢，就一定非常異常極常咁吃力啦。所以河馬要被降級為傷人19呢，我就覺得係非常非常之難打啦。因為要證明自己係受到極大嘅挑釁或者自衛過火，而去傷人，去惡意傷人，非法惡意傷人。雖然呢條19傷人19咧比17咧係輕好多，但係機會率我就覺得唔會高啦。尤其是若果可伯轉為金手指的話，我諗何太嘅罪名都應該會比可伯重。反而可伯做咗金手指，佢嘅減刑咧就應該會比較多。除咗佢認罪嘅1/3之外，仲可能有10% 或者至20% 嘅減刑。咁啊，真係睇下律政司點玩啊！由東張西望呢個忘年戀人，去到今時今日法庭見嗰隻可伯認罪。如果佢係認佢自己動手先施暴嘅，其實對河馬嚟講係非常有機會去做呢個自衛嘅辯護嘅。但係好可惜，若果阿伯真係做咗金手指出嚟話唔係咁噶，仲有啲咩細節位我哋係未清楚嘅話，尤其是你又係有辦法可以走開嘅，但係你究竟騎咗喺可伯身上幾耐呢？可以令到佢肋骨斷裂嘅呢？你究竟佢咬嘅力量有幾大呢？點解你唔選擇嗰段時間係逃走？因為你仲有樓梯口噶嘛？點解你唔選擇逃走呢？點解你有逃走嘅方法都唔會去試？咁你自衛究竟你騎住人哋或者你去咬手指嗰個時間性有幾長呢？嗱，其實咧講嚟講去都係一個 domestic violence， 一個家庭糾紛，一個家庭嘅悲劇。到底5月份會唔會出現呢個核爆嘅求情信，或者下年2月嘅時候可伯做金手指呢一個計時炸彈出現呢？我哋大家就真係拭目以待啦。希望大家中意我今日嘅少少分析。實不相瞞，小妹仲喺醫院啊。希望大家支持我 subscribe 我 channel， like 呢條片同埋留言俾我，多謝。我哋下次再傾，拜拜。